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大家都要记得这个，马克很多白话语文啊。白话就是本土地方语言所讲的，就是很多地方白话文啊。当前呢，当然啦，都是会讲唔会写喎。所以大家共同都要再做研究，一个让佢讲就让佢写啊！大家都要记得，一个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也喺不同地方啊，嘅话语、嘅语言同话语啊，同时写诗、文艺同文化吧，各有不同。所以希望大家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文。但是佢们所讲嘅白话语文呢，系一个西安，我哋客家话有西安话、海陆话、石文话，一个饶平话、太普话、太普话语等5、6种安尼哈。所以不同地方就有不同嘅语言以及一个语言讲法安尼啊。所以今日同大家所共同来研究嘅呢，就是讲啊，回顾复习报土87篇，结不了美浓，结不了热心种种公益嘅才果同地方名丰富嘅地名嘅内容，课文对照1、4、1、2对照录音，提供本各位乡亲一边听我嘅录音一起来看本文係用嚟写安尼哈。所以讲啊，一个头头所讲啊，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啊，各有不同的语言要出现咯。好来，请大家来看本文哈。本文这个新闻报道嘅，在美浓最南边呢过不了，在美浓市区嘅乡亲，涵盖多人唔知乜嘅咯，过不了。在内只嘅，那係唔係有政治選舉，亦都有政治人物嚟腳譜啊，也唔會有踏入到過不了狀亂，嚟關心過不了，來認識過不了，常常地的先過不了狀，係太實講，又咩水大狀。清高太、溫高大，有乜嘢冇教我過不了狀，怪唔得過不了為荒涼落後，冇人來治啊，也冇人來同情照顧我。好個太過不了狀嘅太人啥，所以呢曉得秉持客家精神。自從過不了狀，一個徐文祥博士考到大學以後啊。到民國60年，之前，曾有論18國立大學生以及強苦子弟在士農工商方面曾有機會來發展來出頭。有關上面所講，拜訪嘅過不了熱心種種公益的才果，嘅本名叫做王連凱先生。王木第29詩講起一個才果戲家一個家師，伊非常自稱講啊，伊個阿爸我哋王阿伯嗬，定王公啊，在28歲嘅時間，就是講起19年1883年7歲嘅時間，父母雙亡。有親人來照顧我，阿爸阿妹都過身咧，所以一個兄弟姊妹呢，有親戚朋友來互相嘅照顧。19歲嘅時間，前期喺大才過不了，同人壯陽工作。17歲嘅人做廠工，同人做廠17歲同人做廠工。到廠工就是董事鄉親所講嘅廠人，到30歲人拖雙號吧，
未能生活吧，仲往前呢，促成崇爱结婚成家。对我讲，就是一个佢個嘅細個嘅一個阿爸嘅狀元呢，佢人生佢樣子，刻苦耐勞，勤苦刻勤刻儉，公婆和諧，又牽起到結不了現在嘅體制，創立門戶自立家庭，建有現在係嘅3間片那個平房屋堂。你見數到民國22年，也就會走火9年，以及民國24年，也就會走火12年，本太水入藏破壞相當嘅凄慘嚴重，也就會結不了狀啊。所以民國一個22年同24年啊，一個本太水中國屯北中啊，一個破壞到相當嘅嚴重。而家阿妹，細個嘅阿妹，不現在民國25年1月16日過亡，人生35歲嘅是講緊啊，就共有一個4男3女嘅遺體母親過世，留下兄弟姊妹7個人，可憐孤苦，使人想到滿腹嘅悲傷。細個接受採訪嘅時候，自稱講，本人係壯志，當時人12歲嘅，未滿子人5個月，真係令人心酸悲痛。可是遺體嘅阿爸王阿伯堅強歸堅強，為了兄弟姊妹嘅生存生命狀態。日夜奮鬥，陰好陰恨，將兄弟姊妹養於生命狀態嘅日嚟。由於王阿伯操勞過度，影響身體嘅健康，老年白病就產生了，享年70歲。終於在民國52年10月13日開始歸仙過亡，一個壯女王蓮妹，次女王蓮台，三女王金台。這壯男呢，就是今本日同大家所講嘅蔡爺哥，壯男王蓮開。而這位呢，按照一個莊福妹，也對阿老伯嘅太妹，阿老伯嘅妹啊。次男呢金水，三男連王，四男金順。以上係蔡哥本名連開啊，在2010年10月，用口在講本案嚟做嘅記錄嘅以復刻嘅歷史係樣嘅案嚟嗬。再講另外呢，蔡哥又提起在民國22年就走火9年嘅時間，以及民國24年走火12年，本太水中入破壞損失凄慘嘅一個事情，也就係美濃龜山博佢團呢，在龜山作博嘅地方嘅事情啦。當然擔任兩下吉安街、美濃吉安街13號商品利用澎湖就是抽水機啊，出太準水，並用連接水管呢，一個水管呢接放來，將出放起來嘅太準水啊，送那個加工有4公里之遠，一管接一管送到水溝嘅，提供作為作博地方嘅用水。以後出太準水嘅地方就變成了地方名，乜個名啊？就澎湖嘅，大家就按一個地方澎湖嘅，將太準水接送到本土一個嗰啲啦。我同大家報道，沙塞、對順、愛山嘅一樣嘅
违法土财杀台，后背的太水沟的，个体育太水山队呢，土队呢，体育施工察局罚20公尺死亡，又将地名安为水沟的，一个就是讲啊，太爷哥用水管呢接一个一个接密的水管呢，接到4公里远，送到一个北边嘅一个水沟的太水沟的，个太水沟的有一太孬，头都同大家所讲啊，一个水管呢实在又非常的太，有4公尺发了，20公尺嘅死亡啊，可以讲的嘅太抗水嘅水沟的。所以一个地方又将地方名安为水沟的，附近又有一个地方名安到乜嘅咯？水井的，嗰个 TV 嗰个啊，再看蔡爷哥同时之称并脱产讲啊，过不了暗涵出水口，全长有110米公尺，出水口嘅出水口高有106公分啊，一个发土有210公分，一个全高有183公分，水涵洞口过不了暗涵嘅入水口啊，佢嘅上背嘅入水口，佢可以讲啊，暗涵嘅洞口上背入水口有123公分高，发有210公分，全高247公分，迄实施全长青年、青少年游泳溜暗涵的好地方，也培养的过不了庄，有其族同溜暗涵各大河坝的特殊嘅潮水基因，亲像吉东国小在99年、9月25日。举办世界旱得游的潮水比赛啊！一个 YouTube 呢，嗰啲大海还有看得到哈。给不了是唯一历史水准文化嘅门面，历经过嘅100年失修嘅，父母奶扶强强，足以证明政府不重视一个给不了同。不从事给不了水准历史文化的事情，也就会面容给不了蔡爷哥看到嘅给不了暗涵，非常的一个感觉到啊可惜，所以这位脱产嘅情况啊，真很严重。蔡爷哥同时再三又指称脱产讲啊，面容给不了水的谈钱。排水沟上头嘅准路石墙墙，以及民农给不了东片违法嘅太湖啊，这种大峡谷啊，长有200公尺，80公尺宽，高有30公尺，按睇嘅像种美国的大峡谷一样样哦，长宽。都有200公尺，等等挖到也都非常的危险。希望各相关单位以及里长帮大家关心安尼哈。后来大下呢，一个就系吉隆国小在99年9月25日举办世界旱得游的潮水比赛嘅 YouTube 哈，大家点嚟看啦。好，一个今日嘅高谈探讨给不了热心当中攻击蔡哥以丰富的体面来源，就简单报道一这个。大下呢，希望本文有时间强的主角，这种南片就是南方给不了，嘅前2则诗呢给不了，给是用河洛话转过来的，因为给不了一个地方，有不少几多。也河洛乡亲晒过了嘅啊，所以讲话就是变成了给不了，安尼哈，唔系害不了，
客家话的海补了。那这个就是哪个地方，那这个哪一个地方啊？那还唔咩一样啊？那还唔咩就要不是关于讲，要不是也都有些也都啊，一个就是这些，提起锵锵就是只有的意思，莫耶就是女儿，第九后家菜的信号，第十论十八，一个个呢是连音字，就为了人们的给背个音啊，全十八啊，论十八鸡就是它，第十二中牛就放牛，十八就是见地方，第十七太水就是洪水，澎湖诶就是抽水机，变成了一个体名啊。水高位也是蓄水池，也变成了体名。脱滩就是伤心之处。其实就是以前19很的就是少有的意思，归少有哈。20红木乃就是水泥 cement 啊，水泥。21钢铁所就是训练钢铁的素材。第22暗含第水里暗含啊，地下含土。23铜石就是土石仪啊，土石仪啊那个土石仪啊。24壁铺诶就是蝙蝠。25绳诶就是讲啊，一铁的啦有分两种啊，熟铁和生铁的，绳诶就断铁啊。26水管呢就是水压啊，唔见黑的不见了。好来，咱先看，大家来看一个图，一个第一个图呢就热心公益菜嘅菜叶果，伊本身呢的相片，本图伊本名是呢王连开，连任两届证明代表并从事主统历史世界记载，以下吧青多啊，所以伊在2019年12月30日嘅时间呢，又将一个以福家嘅历史写成一本，一个希望各位乡亲也同样将福家嘅历史一个写好嘅咯，哦，本后毕业来做个底的。第三个图呢，就给不了蔡国嘅礼物，黑得太礼物。右手边是一个钢铁所，一个再看3之1是嘅蔡国嘅学堂客家嘅三合烟啊。一个第4呢，就是讲啊，蔡国当然担任一个澎湖嘅140公里以外嘅地方嘅全国嘅地方啊，一个地方就按到澎湖嘅啊。底下就是对一个暗含嘅橋，看過去全外嘅地方啊，也就是暗含嘅去下給不了入藏全外嘅地方，也就按到澎湖嘅。好，再看那个资料，就是一个沙石場，一個頭一嘅沙石，對啊，沖繩、龜山、安國。太水嘅話呢，就是南片後背啊。好，再講第四個圖，就是美濃暗含出水橋嘅一個情況，當時嘅情況樣嘅，也呢，或者有啲人士呢，將佢建議就建設個過河地位嚇，所以講佢按道呢就會講啊一個暗含嘅情況嘅。第四個圖呢是暗含到啲你必翕嘅嚇。可以講啊，日本時代所做嘅一個暗含，可以講啊，非常嘅壯觀，要講安尼嚇。要再講啊，嘅昭和13年7月份，一個在重新做嘅水管呢，一個水管那個人嘅生鐵呢，已經磨起嚟嚇。一個就是講啊，當時嘅暗含啊水管呢，暗含上邊嘅水管呢。好，再看一個12，就是在一個2010年10月初7呢所翕嘅
一个面容给不了暗含嘅头前的风貌是安尼，蔡一哥也是非常的重视啊，重视讲啊，一个暗含已经符合了，抹係嚟用嘅安尼，所以表示讲希望政府机关以及一个村里长啊，都要来关心，一熟嘅咧，但是这事情所讲嘅事情啦，非常嘅拖摊一件事情，蔡一哥呢非常嘅关心。而且提起讲啊，闽南嘅一个在民国15年所做嘅一个暗含嘅架空在空中加设嘅两个呢暗含啊，佢讲一个空有3米公尺，往往跨在闽南河嘅蛋糕啊，蛋糕可以行路。大下呢就是水管呢，松管嘅水管呢，给不了嘅是一个单管嚟嘅哈。在蔡哥在土他们讲啊，那个给不了水电潭前面嘅水沟嘅排水沟，就可能小水沟嘅上头已经石青青嘅哈，也在99年9年所做嘅。一个再讲到一个蔡哥呢，又提起讲啊。闽南给不了水潭排水沟嘅温吹空心个石啊呛呛后来发生太水，在那个蔡一哥也讲起讲啊，一个大峡谷嘅面积有一太啊呢，也是以上呢，就是讲啊，蔡一哥来讲，热心当中讲嘅事情，以及一个豐富嘅水沟嘅。水井啊，个体面係讓嘅嚟嘅。我大下呢，就是講啊，客家白話語文，客家白話嘅語文，讓嘅一個結構呢，同略嘅同大家所講一遍。一個連鹽市嘅上母，當我就係上母，有1、2、3、4、6、7、8、9，這9嘅呢就是大鹽市啊，只是一個就冇上母變成大鹽，一个連鹽是上母，連鹽是阿來講嘅是哇，聽嘢啦呀嘛那亞加巴，一個冇鹽嘅一個鹽。鹽呢是實體詞，就是講用乜嘅實體詞呢，就是望文生義安尼哈。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呢多多嘅研究，那個阿有哇啦呀嘛那加巴。有為了也沒能嘅嘅白，第六個是嘅一個實體詞就是望文生義，有一個兩個嘅的介紹嘅強有也按到則是希望各位鄉親多多研究客家白話文，所以不管你對一個唱歌也好，對話也好，傳量也好，客家嘅白話語詞啊。也能可以在那里做我，所以希望各位小姐大家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話文。以上，希望大家感謝你，再見。希望按自西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